哦，袂记你开麦句，好，大家好，大家好，我先过啦，袂记你开麦句就对，歹势，今仔日小延一寡时间吼，无参大家来第一届迟到啦哈，原来是我想讲拢无人应我，原来是麦句无开啊，有啦，即摆应该有啊啦吼，即摆应该安尼就有啊啦。好，大家好，大家好，较拄仔袂记开，较拄仔真正是袂记你开，笑死，笑死，好，安尼应该有啊啦吼，扭一下。开场就砰，对，开场就砰一下。今仔日呢，第一摆开这个练歌的歌会哦，嘛有一寡歌呢想要练安尼啦。今仔日准备的，先讲算准备，今仔日的歌拢是台语的。好，先来练一条我上无熟的。这个歌叫做克谁，伊毋是足大的乐团所唱的啦吼，是一个小小的乐团，叫做存在证明。啊，我捌去甲问过啊，伊讲哦，我们的歌那个都开放那个 cover 哦，我想讲人也是这个足拍拼吼。咧，伊敢若小可先，迄个叫做啥？咱日本的迄种叫做地下偶像吼，地下的 idol 迄种的吼。咱来先来听一摆啊。因是一个查某的团体啦吼。存在证明呢，伊有我看一个有4个人啊，有4个人，但是我袂记你因叫啥名。存在证明，敢有介绍？我看卖，今仔日敢若有一个人生日的款，无是昨哦，雪薇姐姐，雪薇生日快乐哈，是昨的代志。存在证明，我看卖啊，敢若无迄落咧。无因的介绍，应该讲我毋知影因4个人到底是啥。我敢若知影是一个团体啊，我有一届用听到因的歌，讲哎呦袂歹呢。啊，这条而且佫会晓写台文字，哦，我有咧用台文字，所以我感觉袂歹。就来研究一下，哦，有啊，我找到啊。因有4个团员啦吼，我来铺一下因的团员。我看一下哦。好，伫遮铺一下。对啊，4个人存在证明。这敢是叫做地下偶像，敢是啊？不过 AI 有甲因的资料刻出来，AI 有甲因的资料谱出来，所以因的团名叫做存在证明。后壁迄是啥？我看卖。No face, no reality 啊！
哦，reality 哈，看英语版就是安尼啊。好，咱来先来听一摆因的歌吼。啊，因为这是女 key 啦，啊，所以目前我先试看卖，就是先对咧唱，啊，我落尾我再来掠看卖啊因的 key，我爱唱安怎唱较好。啊，另外吼，就是因袂歹呢，因有提供即个卡拉免费的卡拉互人听。好，咱先来听一摆叫做《克谁》。静静我对恁真自卑，着你小树林的为我了落去，这款付出实在真正卑微，当作笑话，搁互恁款势。想要甲即摆我会对恁才坦白，要搁一工到晚甲恁讲讲说，讲我受伤我嘛毋茫继续，当作手中家的，搁互恁控制。袂清我的面，为恁世界走总无意，我毋愿继续聆听着我的声音，要讲恁在世间的苦衷。无情无义，搁有花无天，我看要落地。要讲恁知冷静的世事，恁着莫想可惜。含水保持那酒万那杯，我听袂落地。I will make you cry until you die。莫讲我无情，心中你当马赛山崩。一摆我不再需要你的影，我着要笑甲上大声。呀，最要领流水风吹，毋免当真，就是甲你压落地。运作安排嘛是一种特色，无法度做到嘛地府做到。看想起你的面，委屈要当继续吞落去，今嘛就来到下发出我的声势。要讲恁在世间的苦衷，笑甲实在丧世，无情无义，搁无花无天，我看要落地。要讲恁在冷静的世事。莫讲我无情，是到地到马赛山吧。一摆我不再需要你的影，我着要笑甲上大声。我按耐为了青春拼死，自由的心才予我支配，是无你无命。将你的委屈犹原放袂落，要看你的放肆。老伙老我若是无彩工，我听才落地。要讲恁在世间的苦衷，笑甲实在丧世，无情无义，搁无花无天，我看要落地。要讲恁在冷静的世事。放那杯，我听袂落地。I will make you cry until you die。莫讲我无情，心中你当马赛山崩。一摆我大声唱出我的歌，我着要笑甲上大声。很帅的歌，对不对？非常帅的歌，对不对？很帅啊！我听几落摆，但是嘛是个无自信讲我都唱，因为这种风格的歌吼，我较无遐熟手啦，对。我即马想要做一项工课，但是我袂记你要怎用，就是我感觉
足讨厌的，就是我袂爱看到迄个叫做啥文法检查，我袂记你文法检查要哪关起来啊，足讨厌。迄个红色的迄文法检查，隐藏文法检查，会当线上教学者，迄红红的迄线。感冒还袂好啊！毋过我甲你讲，我吼原底吼剩迄个就是剩即个一寡感冒后壁的即个鼻窦炎吼鼻窦炎，特别好啊！啊，谁也知讲做日啦，去互即个同事画佫画着，啊，昨佫去看医生，吼，真正是有影吼。关不起来，无这台落的歌词吼，来我甲你讲，介绍恁好药吼。你个这吼，若要即摆要找即个台语歌的台落的歌词吼，会当去一个面册的网站，或者面册社团吼。咱即个面册社团呢，或者台语歌即个真正歌词网。伊名就长咧，我想袂记是。哦，台语歌真正政治歌词网，就是台语歌真正正字歌词网吼。会当去即个网站呢找吼，啊内底有一寡大家拢会甲即个有一寡即个前辈啊哈，伊会甲即个台语歌的歌词甲改做台语，啊咧用字呢嘛是甲改做即个。教育部的用字啦，吼罗马字的部分是写台语啊，真方便吼。今仔日要练的歌呢，伫这个网站内底啊，应该讲伫这个社团内底拢找得到。对啊，我不喜欢看到红线呢，可是我已经忘记。哦，对了，好像是全部忽略吧？看一下，讨厌，我想袂记里边啊。叫他不要给我，不要检查文法，线上直接处理，不要检查文法。安尼真好，来，咱先来念一个啦吼。靠势存在证明乐团，想袂到进前，想袂到进前，我对恁遮慈悲，搁咧笑想恁会为我聊落去。这个 double hyphen 后壁头前爱本调后壁落去爱念轻声这款付出实在真正卑微，当作笑亏，又互恁口洗口洗想袂到即马，我会对恁遮坦白，袂过一天到暗，甲恁戆洗，甘愿受伤。我嘛唔愿，我嘛唔愿继续当作手中家礼。讲到这个家礼家吼，这个你会感觉足趣味的吼。华语啊，这个字的华语的注音叫做科乌诶魁三声的对啊哈。但是真足侪人足奇怪，这个字拢会拍做二声，这是安那呢？因为咱华语其实嘛，参咱台语同款，伊嘛是会变调啦吼。想讲两个三声的字啊，两个三声的字啊，你连在一起的时候，前面那个字会变成二声。有的人唔知影，就伫遐咧拍科乌诶魁，上面小朋友拢会拍做这个魁啊。所以就好笑，你若讲有当时咱去外口唱歌吼。不管你是点这个华语还是点这个台语歌，
有当时啊呢，你会看到迄个字幕啊，伊会写傀儡，我感觉就趣味的。这个字要念傀儡啊，华语啦哈，啊，台语当然就是咖喱啦哈。继续当作手中咖喱哈，佮互恁控制，看袂清我的面，为恁世界走总无意义。我毋愿继续凝持着我的声音。要讲恁毋知世间的苦痛啊，这个字要注意哦。苦痛的痛，毋是念苦中哦，爱念苦痛。嘿，切甲实在丧世，讲到丧世这两字啊，我感觉吼。这两字呢，伊伫教育部的解说啊，吼，教育部的解说内底呢，这个丧世这两字啊，我感觉小可含我伫这个平常时啊呢，咧使用的这个情况啊，小可无共款。教育部呢，甲解说这个丧世啊，甲伊讲做是第一啦，吼。这几个董俗和这高傲神气、作威作福的样子啊，刚我加喊。第二，威风哦，威风啦哈，有时略带贬义。这个高傲神气哈，伊的例句是安尼啦，伊有钱有地位，莫怪伊咧丧世。好。第二个威风啊，伊的例句是讲。伊出门拢有司机，真丧世。安怎讲呢？因为阮家咧使用丧世这两字无遮严重啦。后来我有去查这个台语大词典，就是比这个教育部词典更较权威、更较古早的词典，嘛是事实，伊嘛是写安尼的意思。毋过伫咱遮吼，伫阮遮，也是讲伫我生活的所在，丧世其实。无遐尼严重，只是讲小可亲像轻松啊，无遐就是讲，毋免遐用出遐侪力，吼，就是轻松，差不多小可轻松哦，吼，就是讲有一种像是，比如说你必须很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就是有一种毫不费力的感觉，丧世较轻松的感觉安尼。啊，所以我会感觉，敢若较像袂遮严重呢，吼，所以我教育部的物件，有当时啊就是安尼啊，吼，就是无一定你要完全信，但是伊的物件一定拢是有伊的根基啦，吼，啊，咱会当做参考，吼，台语的物件就是安尼。好，讲伤济啊，佮转来咱的歌词，切甲实在丧世，无情无义。佮无法无天啊，无法无天啊，无法无天，歹势，伊用这个文音哈天哈，佮无法无天，吼，我看袂落地啊，所这个看袂落地啦吼，伊这句伊这个歌内底吼，出现足侪落地这两字，但是呢，我查过足侪所在，啊嘛常常讨论过。这个看袂落地，一般来讲，咱会讲看袂落去。落地会用伫什么所在？比如讲压落地。哦，你这个人吼，哎，我唔知，这个学生吼，你若第一节课的时阵，你吼无甲压好掉，无甲因压落地啊，后摆因就袂甲你信到啊，你就无法度做因的老师啊，无法度甲因教，无法度甲因看教。吼，压落地啦吼，一般咱会安尼讲。但是我毋捌听过，我看袂落地这种讲法。吼，理论上吼，安尼看起来，这个看袂落地，敢若是掺这个看袂落去是差不多意思啦。吼，后壁佫会佫出现啦。吼，好来后一句，要讲恁毋知人情的世事，恁着莫伤刻世啊。这个歌名出来啊，吼，刻世啊，综艺出来啊，吼，刻世应该大家都毋免。解说刻世什么意思？刻世其实这个华语的刻世要用倒一个华语来啊？
仗势欺人呐、这种他比较仗势哈，衣势啊，比较自信一点哦。你讲，哎，这个人吼，就是做课世啊，吼课世讲伊做巧，拢免读册。你看，这摆吼考试考到安尼，呵呵，就是伤过课世啦。好，就是课世意思就是安尼哈。你讲，哎哟，迄吼，迄就是因兜好囝啦。课世伊即个高囡仔吼，课世因老爸好囝啦吼。安尼世界安尼吼，甲人安尼专家安尼啦，哦，就是讲吼，老爸盖子还有一种虎杖狗仗人势那种感觉啊，要克谁啊哈。后来空嘴保子，空嘴保子啊嘛有人敢若捌听过有人讲空嘴保子就是薄了哈，我不知道这个是错字还是兼容啊哈。我们就先以这边为主哈，空嘴保子啊，空嘴保子啊，就是这个，我想一下怎么解释比较好啊。空嘴保子就是这个啊，信口开河啦，啊，信口开河啊，光说不练，空口说白话的意思哈。这有这个空嘴保子，那像蠓啊飞这个。蒙仔，这个就是蠓啊，就是文族的意思啦哈。那像蠓啊飞，我听袂落地，有无？落地又过来咯，哈，看袂落地，搁听袂落地哈。好，来刷来这句是这个英语啊，我特别甲标一下啊，因为我英语较歹哈。I will make you cry until you die。这个台语做好，不是英语做好的。各位观众，来，请问这句是什么意思？翻译起来。I will make you cry until you die。我会让你哭到死。Google 翻译是讲，我会让你哭到死。再来用台语讲是安我会让你哭到死。我是感觉当然是为着亚运啦，亚运是罢免的啦吼。啊，只是讲，咱嘛无可能讲为着亚运，怎来即个发明一个新词啊？这有较含淡薄啊，所以嘛毋是讲含啊，这可能较无好。所以我咧想讲，这反正是伫因的生活内底吼。有咧讲的即个事嘛，无一定啦吼，因为咱台语的物件伫台湾发展300-400档啊嘛吼，所以各地啊有各地足侪种无共款的地方的腔口，也是讲即个地方的用词也好，所以我无法度100%确定讲即个词就是乌白豆的，哦，应该毋是啦，反正毋是啦吼。来 ，I will make you cry until you die。OK， 所以后壁一句。莫讲我无情，莫讲我无情，心中地动，目屎山崩。哦，就我感觉这两句真趣味。心中地动，目屎山崩哈，啊，毋是地动啊，地动啊，地动啊，歹势。心中地动，目屎山崩吼啊，才拄好讲到一个文法哈，一个变调的问题啦哈，地动。地动哈，因为伊这是一个主谓词的结构，主词跟谓词的谓语的结构，主谓语的结构，所以你头前这个地啊，这个动是咧形容头前的地哈，所以地唔免变调哈，咱袂讲地动，不会，咱是讲地动啊，山崩同款意思哈，火烧唔是哦，迄个天光哈，这嘛是。主谓结构哈，就莫讲伤济啊！这心中地动，目屎山崩啊！这摆我不再需要你的影哈，不再需要你的影。这句的这个就小可较淡薄花语气啊，花语气啊哈！这摆我不再需要你的影，我特别笑甲上大声，好，我特别笑甲上大声。虽然赤野讨野，好，赤野这两字啊，这就较特殊啊吼。赤
恰亚这两个什么意思咧？其实甲讨亚差不多，就是差不多啦，就是讲，教育部的用词是讲各种不舒服、不愉快的感觉，就是说我看着伊的恰亚，或者是就袂爽啦哈。这个刺痒哦，因为生理上的不舒服而发痒哈。这个讲我拄啊为田里回来哈，啊规身躯就恰亚，可是讲他去田里面可能碰到什么东西，造成他的皮肤会痒啊，咱会当讲这个刺这个恰亚就是一种刺刺痒痒的感觉哈，恰亚这是一种讲法啊，另外一种就是各种不舒服、不愉快哈。这个前一阵啊有一条歌吼，真流行就是伤心的我，伤心的歌吼。这个嘛有这个词啊，都恰亚，我的恰亚，哒啦啦啦啦啦啦哒啦啦啦，你就敢。所以听这两段歌吼，我就拄好学到这个词吼。虽然恰亚讨亚吼，虽然哦，咱有一句话讲红感虽然哈，虽然就是各自有各自的哈。的意各自的意思哈，虽然恰亚或是说有你的意思哈，任由随风任由随风吹啊，过来唔免同情，就是家己压落底，好无？压落底啦哈，所以讲压落地，我就较应该讲头前的落地啊，我就感觉无听过的感觉啊，但是压落地，咱大家就有听过啊哈。唔免同情，就是要家己压落底，分寸安排，嘛是一种屈势，无法度主动，也袂负主动，看伤清你的面，看伤清你的面，委屈袂当继续吞落去。即马就来大声发出我的声势，要讲恁毋知世间的苦痛，过来哈，切甲实在爽势，这开始重复啊哈，无情无义，佮无法无天，无情无义，佮无法无天，无天，头前无后壁无哈，这可能是教义原底伊内底所唱的。因为头前是无，后壁变无哈，无情无义，佮无法无天啊哈！我看袂落地，要讲恁毋知人情的世事，恁着莫伤可惜。后壁拢重复啊哈！好，我看后壁只啊，我孤单的心无法度按耐，为着生存拼死哦，这对歌作者写吼，什么写，这嘛是台语的一个特殊的用，较有特殊的这个语术，吼，就是什么写吼，拼写其实就是拍拼，阮较接咧讲拍拼，啊拼写嘛是就是拍拼的意思，为着生存拍拼，为着生存拼写，自由的心情，互我痴迷，是无日无暝，哦。这个暝啊，会当念暝，嘛会当念暝吼，这个腔口差啊。因为这是为着要押韵，所以就是无暝嘛吼。因为这条歌是押这个 A 的迄个韵尾啦吼。沙弥，这趣味，你看伊这句唱无日无暝啊，这个后壁这句唱早暝，头前是暝，后壁变暝吼。早暝的委屈。犹原放袂落，要看你的办事，你看，搁一个事啊，办事安尼写哦。要看你的办事，流血流汗，若是无彩工，我拆食落地，我搁落地搁来啊。一般咱会讲拆食落腹啦，拆食落腹，所以咱会较毋捌听过讲什么叫做落地。要讲恁毋知世间的苦痛，切甲实在爽势啊！别再拢共款，好无啊？
歌词就差不多安尼啦吼。咱来听一下这个伊的这个 instrumental 哈，这因的伴奏啊，先买好啊，先对咧唱看卖。想到真情，我对恁这自卑，搁咧想想你的为我了落去，这款付出实在真正卑微，当作笑话，又倒互恁靠势。你这坦白，要甲将这种讲你戆戆说，敢问是想我嘛不愿继续，当作是两脚咧，就互恁控制。操纵无意义，我不愿继续聆听着我的声音。咱的苦衷写甲实在丧世，无情无义，搁无法无天，我看袂落地。真的世事，恁着莫想可惜。空嘴保持若像梦若飞，我听袂落地。I will make you cry until you die。这节奏还袂抓好。上大声。这段歌听起来，这好难哦。若像梦若飞，我看袂落地。I will cry until you die。你问心中地动把在山崩，莫讲我无情，莫讲我无情，心中地动把在山崩。莫讲我无情，心中地动目屎山崩。开一下唱歌的。莫讲我无情，心中地动目屎山崩。我就被笑甲上大声。在山崩，一杯我 make you cry until you die。莫讲我无情，心中地动煞在山崩。一摆我无再需要你的影，我就要笑到上大声。莫讲我无情，心中地动目屎山崩，心中地动目屎山崩。再需要你的影，我就要笑到上大声。我听袂落地。I will make you cry until you die。莫讲我无情，until you die。这英语念起来真足客。I will make you cry until you die。莫讲我无情，心中地动目屎山崩。等下。心中地动目屎山崩。不再需要你的影，我就要笑甲上大声。先甲准过啊吼，后壁等下再转来，先甲几条听出来。虽然车呀最要冷又随风吹，慢热情就是家己阿人地。虽然车呀讨厌饮又随风吹，虽然车呀讨厌饮又随风吹，虽然车呀讨厌饮又随风吹。虽然车呀最要冷又随风吹，慢热情就是家己阿人地。运作安排嘛是一种困势，无法度做动也袂有做到，看伤心你的脸，为你的当继续吞落去。今嘛就来大声看出我的声势，要讲恁在世间的苦衷。其实他们唱错了，他们唱苦衷，其实要唱苦衷哈。
要讲你毋知世间的苦痛，笑甲实在丧世，无情无义，搁无法无天。委屈要当继续吞落去，今嘛就来大声发出我的声势。要讲你毋知世间的苦痛，笑甲实在丧世，无情无义，搁无法无天。我看袂落地，要讲你毋知人情的世事，啉着莫伤可惜。汤水无钱，若像梦仔飞，我听袂落地。英语这句我嘛是念无。I will make you cry until you die, until you die. I will make you cry until you die. I will make you cry until you die. 我怎么觉得，看他好像少一个音的感觉，看他减一个数的感觉。I will make you cry until you die, until you， 他那个 you 好像 until you 多一个 you，until you die, until you die， 自己加一个音进去了哈。一摆我不再需要你的影，我就要唱甲上大声。他们的编曲加气球快歌，这个旋律蛮好听的，旋律袂歹。我都按耐为着生存拼死，自由的心情予我。哦，唔是心情呢，是心情呢。自由的心情，予我痴迷，是心情，毋是心情哦。自由的心情，予我痴迷，是无你无命。什么的委屈，的心情，予我痴迷，是无你无命。什么的委屈，真正是安尼唱，叫做趣味吼。伊真正是唱安尼呢。自由的心情，予我痴迷，是无日无眠，真是无眠。后壁个唱昨暝的委屈，吼，共一个暝字，伫即条歌内底有两种发音。自由的心情，予我痴迷，是无日无眠。昨暝的委屈，昨暝的委屈。昨暝的委屈，犹原放袂落，要看你的放肆。流血流汗，若是无彩工，我听才落地。毋知世间的苦痛，是叫实在丧世，无情无义，搁无法无天，我看袂落地。要讲你毋知人情的世事，啉着莫伤可惜。空水无钱，若像梦仔飞，我听袂落地。快红着摇摇打，免讲我无情，心中地动目屎山崩。一摆我无再输。歌词这个版本的歌词一句无共，改一下。一摆我大声唱出我的歌，一摆我大声唱出我的歌。一摆我大声唱出我的歌。
OK， 搁听一摆。车开上大声，你敢买在左边？期待我大声唱出我的歌，我就要车开上大声。 OK， 发音拢差不多确定啊吼。我就要笑甲上大声，一摆我大声唱出我的歌，我就要笑甲上大声。大声唱出我的歌。好，这台歌的问题就是 tempo 爱对着，啊个迄句英语，爱练好教着，吼，练感觉落尾较过来调起，看觅倒一个起较适合我。真趣味的一条歌啦吼。对啊，大部分的念法都会念口中啊，但是其实应该要念口中，对啊，中有中的中，口中，对啊。是的，是的。OK， 再从头顺一次。静静我对恁这滋味，着你小树林的味我了落去，这款付出实在真正美味。动作笑亏，动作笑亏，想要甲今摆我的对恁这摊白，别搁一天到晚甲恁讲讲说，笑亏，搁互恁款势，树林的味我了落去，这款付出实在真正美味。动作笑亏，搁互恁款势，想要甲今摆我的对恁这摊白，别搁一。这边又不一样了，搁互恁口水。有的时候会错哈，这很正常的，因为这个台语的文字跟它的发音太多元了，所以很容易听错打错。搁互恁口水。搁互恁口水。我对恁这摊白，别搁一天到晚甲恁讲讲说，讲我受伤我笑亏，搁互恁款势，想要甲今摆我对恁这摊白，别搁一天到晚甲恁讲讲说，讲我受伤我嘛不愿继续当作心中打咧，搁互恁控制，看袂清我的面，为你世界走总无意义。我不愿继续凝视着我的声音，要讲咱进入世间的苦衷，出假实在丧世，无情无义，搁无法无天，我看袂落地。要讲你不知深情的世事，恁莫来受可惜。潭水保钱啊，像网啊飞，我看袂落地。有你快，红天又会大，莫讲我无情，心中地动目在山崩。一摆我不再需要你的影，我就要笑甲上大声。人家他要对我水风吹，没有人的被爱了的，分成两摆嘛是一种苦涩，无法度做动，也袂有做动。这边是麻。嘛袂负主动。要当继续吞落去，今嘛就来到这发出我的声势。要讲你，今嘛就来到这发出我的声，无法度做
嘛要有做动，看想起你的面，委屈要当继续吞落去。今嘛倒来大声看出我的声势，今嘛倒来大声看出我的声势。出家实在丧世，无情无义，搁无花无天，我看袂落地。要讲你毋知认真的世事，恁着莫想可惜。汤水无钱若像网仔飞，我看袂，我听袂落地。落落来，莫讲我无情，心中地动目屎山崩。一摆我不再需要你的影，我着要请甲上大声。目屎山崩，即摆我不再需要你，然后我着要切甲上大声。我孤单的心无法度按捺，我孤单的心无法度按捺，为着生存拼死。我心无法度按捺，为着生存拼死。我孤单的心无法度按捺，为着生存拼。我孤单的心无法度按捺，为着生存拼死。自由的心情，予我刺激，是无你无眠。昨暝的委屈犹原放袂落，要看你的放肆。流过流过，若是无使讲，我听才落地。要讲你毋知世间的苦衷，出家实在丧世。无情无义，搁无花无天，我看袂落地。要讲你毋知人情的世事，恁着莫想可惜。汤水无钱，若像网仔飞，我看袂落地。莫讲我着该，安怎就会当？莫讲我无情，心中地动目屎山崩。一摆我大声唱出我的歌，我着要笑甲上大声。OK， 好，这条先放咧，刷来。这条歌爱搁听较熟的，那豆豆来甲连起来。连讲我着反正这条出一个嘛是有可能，出一个 cover 嘛是有可能，因为真特殊，我想讲会当来甲连络较熟的时阵，较来过来。用这 cover 出来吼，好，刷来换一个歌的，这条歌先按咧。
好，刷来这首歌嘛，毋是新，较多迄首歌算新歌啦。刷来这条无毋是新歌，但是对我来讲，嘛是无介熟，所以今仔日来练一下这条银角啊，这萧煌奇的歌哈，萧煌奇的歌啦。这条歌嘛是真有名，我来看觅啊，这条歌是。啊闹诶嘛11年啊咧，遮久啊咧，11年前诶歌呢。好，共款咱先来念一下台词诶，念一下歌词。好，这条歌是一个萧煌奇诶银角啊。伫即个社会讨趁。伫即个社会讨趁，买食毋讨趁的讨趁。伫即个社会讨趁，要生活愈来愈无简单，无简单。要生活愈来愈无简单。靠地啊，即寸南山，要怎样敢继续做梦？做梦。这个字会当念做梦，会当念做梦。好嘢要怎样敢继续做梦？好嘢的人来去几落万，散车的人路边捡银角，这人生哪可能同款？自从出社会迄天，伊的话早就囥心肝肠。伊的话早就囥心肝肠。走总已经几落冬，走总四个走总的走总已经几落冬。原谅我无好好报答。无好好报答啊！这个答字要闭口啊！无好好报答，无好好报答，无好好报答。天边的伊也咧细细念，半暝的我听甲目眶红，有够水的。天边的伊搁咧细细念。半暝的我听甲目眶红，是这个人已经无伫咧啊吼啊！伊个暗时咧困的时阵，啊，佫会听到你少年的迄个人的声音，啊，佫会当听甲目眶红。哇，这个情景真正描述甲足水的，真感谢伊讲过的话，我拢有咧听。你若问我银角啊，亲像啥？伊讲1块银，咱来定，这个数的算较古早，就是1块银、2块银啦吼。啊嘛，这讲了一个新词，大家当参考看卖。咱讲这个比特币吼 ，Bitcoin， 啊，其实伊的台语会当甲合作币块银，币块银，比特币。币块银，等于 Bitcoin，BITCOI， 等一下 ，BITCOIN，Bitcoin， 币块银啊，比特币的台语哈，币块银有啊，拄啊好这个意思啊，掺这个音啊，有蛙音，佮有蛙语，罔参考啦吼。好，伊讲1块银，那亲像一粒沙，一粒，这粒嘛是爱币块啊，那亲像一粒沙，
毋通互风吹散，毋通互风吹散。那塔久就变成山，塔啊，这个塔。那塔久塔叠的意思啊，那塔久就变成山。这就是积沙成塔，积少化糖，不是积少化糖，积少成多啦哈。一颗银那亲像一粒沙，毋通互风吹散，那塔久就变成山。你若问我银角啊，你若问我银角啊用啥来换？伊讲一颗银用一粒汗来换，一颗银一粒汗。你想安怎打拼？人生路安怎行？这个行哦，就是咱会当用这行的这个鼻音，就是写这个行哦。啊，伊的文音就是行啊，那鼻音嘛是用这是行。拢伫伊留互我这块啥？这块银角啊！你若问我拢咧无用啥？偌久无伫伊身边听伊的声，紧转来看伊啊！伊一直叫你的名。你若问我一颗银代表啥？一直到伊离开时，我才知影，伊最后的西徛就是私房钱。西徛安尼写哈，台语字安尼写，私旗西徛哈。西徛，伊最后的西徛，他最后的私房钱哈，伊最后的西徛，这些人的陪伴，就是我手中这块银角啊！哦，这个数学写得太好了，我够感动。好，这条歌其实比较多迄条更较熟。来试看卖。唔知影有伴奏，唔知好吹无。有人有做，不过品质无介好，不过无要紧啊，罔用啊。唱看卖。伫这个社会讨摊，要生活愈来愈无简单。谷底啊，只剩懒散，要安怎甲继续做梦？好行的人来去几落万，善食的人只好边捡银角，这人生哪可能同款？哪可能同款？自从出社会迄天。伊的话早就藏心肝藏，走总已经几落冬，原谅我无好好报答。哪可能同款？自从出社会迄天，伊的话早就藏心肝藏，走总已经几落冬，原谅我无好好报答。天边的鱼也在细细念。半暝的我拢啊目眶红，真感谢，伊讲过的话拢有在听。
你若问我，应该甲亲像啥？伊讲一颗囡仔亲像一粒沙，唔通予风吹散。若踏久就变成山。你若问我，应该甲谁来换？伊讲一颗银用一粒汗来换。你想安怎打拼？人生路要谁来换？伊讲一颗银用一粒汗来换。你想这段我袂记啊，哈哈，找一下原唱来听一下。先对原唱唱一摆好。中有一寡无解释。你这个社会讨摊，要生活愈来愈无简单。土地也只剩烂散，要怎样甲继续做梦？落脚的人来去几落万，散车的人路边捡银角，人生哪可能同款？哪可能同款？自从出社会迄天。伊的话早就藏心肝藏，早从已经几落冬，原谅我无好好报答。天边的伊也在细细念，外面的我拼甲目无红，真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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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感谢，伊讲过话我拢有在听。真感谢，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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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的我听甲目眶红，真感谢，伊讲过话我拢有在听。伊讲过的话，我拢有在听。伊讲过的话，我拢有在。伊讲过的话，我拢有在。伊讲过的话，我拢有在听。真感谢。伊讲过的话，我拢有在听。你若问我？应该甲亲像啥？伊讲一颗银仔亲像一粒沙，唔通予风吹散。若踏久就变成山。你若问我，应该用啥来换？伊讲一颗银用一粒汗来换。你想安怎打拼？人生路安怎行？拢伫。哦，这句我甲熟一下。哒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啦。Hello， 大家好，显物你好，单物啦，单语单物，社畜1号 GM 大家好。啊对吼，今仔日我拢袂记咧参大家拍招呼、小借问，足无礼貌的。无要紧，哈，继续练。讲一颗银用一粒汗来换，你想安怎打拼？人生若问我，应该用啥来换？
伊讲一箍银用七粒汗来换，你想安怎打拼？人生路安怎行？拢伫留予我一个。安怎行？拢伫留予我一个。拢伫留予我一个银嘎嘎。哦，对哦，说明一下，银嘎嘎这3个字。有当时啊，有人感觉就歹念吼，因为它的那个角银角角还好，角角啊之间呢会有一个连音啊，所以我们不会念银角啊，我们会念银角角噶啊，会有一个浊音在中间，所以如果那个浊音发不好，一般人可能听不出来，但是如果是台语比较练邓的人呢，就会觉得啊，银嘎啊好像怪怪的，你要念成银嘎嘎，那个嘎要出来，听起来就会比较漂亮哈，发音就会比较漂亮。这个银嘎嘎，好，继续啊。出社会迄天，伊的话早就藏心肝藏，走总已经几落冬，原谅我无好好报答。离别的伊也在说，走总已经几落冬。自从出社会迄天，伊的话早就藏心肝藏，走总已经几落冬，原谅我无好好报答。天边的伊也在细细念，半暝的我听甲目眶红，真感谢。伊讲过话我拢有在听。你若问我，银甲甲亲像啥？伊讲一箍银仔亲像一粒沙，唔通予风吹散，若踏久就变成山。你若问我，银甲用啥来换？伊讲一箍银用一粒汗来换，你想安怎打拼？人生路安怎行？拢伫留予我一个。伊讲一箍银用一粒汗来换，你想安怎打拼？人生路安怎行？拢伫留予我一个。鼻塞哈，所以这高音比较跟不上去。银嘎嘎，不然的话，这个音域应该是还可以。你若问我，我拢无所样想，偌久无伫伊身边听伊的声，紧转来看伊啊，伊叫你的名。来看伊啊，伊直叫你的名。你若问我，一箍银代表啥？伊直到伊离开时，我才知影，伊最后的驶行，一世人的陪伴，就是我手中第一个。我才知影，伊最后的驶行，一世人的陪伴，就是我手中的一个，手中的一个，手中的一个。伊最后的驶行，一世人的陪伴，就是我手中的一个，一个银嘎嘎。
一块银角啊，一块银角啊。OK， 银角啊，哈。伫这个社会讨趁，要生活愈来愈无简单。孤地啊，只剩阑珊，要安怎？甲继续做梦？好业的人来去几落万，散车的人路边捡银角，这人生哪可能同款？啦啦啦哒啦，哒哒哒哒啦。对啊，浊音其实台语本来就有浊音了，只是跟华语不同的地方。对，银角啊，这人生哪可能同款？哒哒哒哒啦。好业的人来去几落万，散车的人路边捡银角，这人生哪可能同款？哪可能？这人生，这人生哪可能同款？哪可能同款？这人生哪可能同款？这人生，自从出社会迄天，伊的话早就藏心肝藏，走总已经几落冬。原谅我无好好报答，天边的伊也咧细细念，半暝的我听甲目眶红，真感谢。伊讲过的话我拢有，伊讲过的话我拢有在听。哦，这句好黏哦。真感谢，伊讲过的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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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拢有在听，我拢有在听，我都有在听的意思哈。着心心肝藏，走总已经几落冬。原谅我无好好报答，天边的伊也咧细细念，半暝的我甲目眶红，真感谢。伊讲过的话我拢有在听。OK， 先来上厕所一下，暂时离开哦。先顾弄一下顾的哦。
这个刚刚本来要关麦的，结果这个关错，关到 BGM， 神经病，叫起来哈。好，好，跟着伴奏唱一次，然后就要换另外一首歌了。今天大概练3首，这个是第2首，之后再1首，然后就今天就要收工了。好，BGM 关起来，然后切换成唱歌模式。OK。伫这个社会讨赚，要生活愈来愈无简单。孤地也只剩懒散，要安怎甲继续做梦？好野的人来去几落梦，散赤的人路边捡银角，这人生哪可我又忘记这句是什么。可能同款，自从出社会迄天，伊的话早就藏心肝藏，走总已经几落冬，原谅我无好好报答。天边的伊也咧细细念。半暝的我听甲目眶红，真感谢。伊讲过话我拢有在听。你若问我应该甲亲像啥？你讲一颗囡仔亲像一粒沙，唔通予风吹散。若踏久就变成山。你若问我，应该讲啥来换？伊讲一颗银用一粒歌来换。你想安怎打拼？人生路安怎行？拢伫我，拢伫留予我一个银角角。话早就藏心肝藏，原谅我无好好报答。天边的伊也咧细细念，半暝的我听甲目眶红，真感谢。伊讲过话我拢有在听。你若问我，应该甲亲像啥？伊讲一颗囡仔亲像一粒沙，唔通予风吹散，若踏久就变成山。你若问我，应该用啥来换？伊讲一颗银用一粒歌来换。你想安怎打拼？你想路安怎行？拢伫留予我一个。耳仔已经开开，所以关袂起了吼。你若问我拢咧无影声，偌久无伫伊身边听伊的声，紧转来看伊啊，直直叫。
命。你若问我，这颗银代表啥？伊在交伊离开时，我才知影，伊最后会使徛。一世人的陪伴，都是我手中的一块银角角。一块银角角。一块银角角。人讲银角角，无人讲蓝山的啦吼。看你安怎讲，你有一寡银角角，互我通啊走无？啊，你有一寡蓝山的通啊走无？吼，银角角啊，蓝山的。好，咱来准备最后一条歌，今仔日的目的就要达成咯。看卖啊，来。后一条歌嘛是萧煌奇的歌啦吼，足讨厌的，就是这个片仔镜头一直拢袂好，好袂完全，足讨厌的哈。即个后礼拜吼，想讲先莫唱歌，先来耍一下游戏诶，试看卖开游戏台吼，开即个啥？咱讲电动机啊，较早阮细汉的时阵吼，就是因为。厝恁除了厝恁是算啥？是算超人啊！我的时代是超人啊！啊，若去外口迄个所在叫做啥？有两种讲法啦吼，有人讲电动机啊吼，啊若有的人讲台仔机啊，台仔机就是迄种大型电玩吼。较早比如讲，即个激斗天王、格斗天王吼，即摆号做军红嘛吼，较早号做激斗激斗天王啊。激斗天王、格斗天王啊，对啊。好，我较早上爱耍格斗天王，我阁无耍迄个哦。这个 Street Fighter 就是快大旋风哦，无啦吼。即摆号做这个香港号做街霸哈。较早我阁无耍快大旋风，有啦，小可耍者，但是我感觉激斗天王较好耍吼。我为即个96吼，为96年开始算，96、97、98、99，应该是拍算是算到2000控制的款对，2000控制迄版哈。98是我上爱算的，98啊，98、98格斗天王哦，激斗天王。甲20控制这两个版本，敢是20控制啊？对，2002迄个版本，这两个版本，99其实嘛袂歹啊。靠腰，看一下差，这个版本，伊的 MV 实在是足特殊的，等下听 MV 版本真啰嗦。黄旗。你的冷淡，使人感觉我的热情是欠债，所有疼惜，敢若是笑亏。好，先来念歌词，吼。带来这条歌叫做《上水的花》，吼。
伊原底是写水啦吼，啊其实水这字甲这字啊吼，这就是台语的水就是写这字啊吼，啊发音拢共款哦，因的文音嘛，文音拢共款，拢水的念水哈，啊水的水迄字伊个有一个北音叫做水哈，啊上水的花吼，咱若个当做写字就是安尼写啦吼。啊嘛是萧煌奇的歌吼，你的冷淡使人感觉，我的热情是欠债。哈，你的冷淡要闭口 M 结尾哈，使人感觉，这个感觉这两个字啊哈，其实你若讲无解要义这个发音的人呢，你可能无细腻的念做这个。感觉哈，不是感觉哦，是感觉哦。其实若讲这要改调发音，其实这两字无啥好念吼。感爱迄个合喙，就是闭口感觉哦。啊，觉这字是一个入声字，也这个音不是介好发，所以也念起来是安尼啦吼。感觉吼，你的冷淡使人感觉。我的热情是欠债，吼，热情的热其实嘛无介好发吼。这个字有两个发音，一个念热，啊，另外一个就是念热，拢是日开头的吼。这个日就是台语一个足歹发的发音嘛，相对于这个华语来讲较歹发吼，日吼。我的热情是欠债，吼，欠嘛是闭口 ，M 结尾都是要闭口。我的热情是欠债，所有疼惜，敢若是笑亏安尼写啦吼，诙谐的诙吼，很多人讲诙谐就是诙谐，台语要念诙谐吼，笑亏啊，敢若是笑亏，原谅你头一摆对爱的反背大家都知道哈。那个背叛的意思哈，头100不是叫你头这样摆动哦，不是哦，头100头一摆啊，一摆就是量词哈。啊，对，说一下这个圆这个字啊，这个圆这个字啊，其实它会有一个浊音在前面哦，它不是原谅哦，是原谅，我习惯发圆啦哈。原谅跟原谅，你们自己可以听看看有什么不同哈。念原谅，这跟我是一样的哈。如果无斟酌去研究，你就会感觉讲我跟我有什么不一样？差在一个浊音哦。我的跳入心生的大火哈，心生的大火。大会啊，这个大有两个音，一个是大，一个是呆哈，呆是文音嘛。大这边是念大会，感情，这个情这个字啊，虽然它是一个很简单的字，但是其实你如果仔细听的话，起码足侪人就是你对台语较无熟悉的人，会念做情，感情愈来愈讲。感情啊，我是念较含啦哈，伊应该会念做感，你会感觉讲伊是情甲情之中间的迄个音啦，就是小可无够开。这个字你若要念好焦掉，你要念情，感情愈重，愈来愈戆，这个字是戆字。看无事实像痟的，看无事实，像痟的，实这个字啊，事实的实哈，不是念属实哦，属实你念属实就是会让人家听出来觉得好像有点就是男的华语腔的感觉哈，爱念属实这个实这个字啊，舌头要往上勾哈。看无事实像痟的痟的痟是这样写。像我今天那个标题啊，
我用脸消为笑的是这个笑哈，就 K 笑就风啊，可能民间用字会写成风蛮多的哈，K 笑的笑，就是安尼啊，看无事实像笑的哈，一直做梦啊做梦，这边是做梦哈，一直做梦生活较好过，你看哦，生活哇就没有歌，它就没有 G。所以它没有浊音，就念哇就对了。可是你看我哈，前面有个 G， 对不对 ？G 就是歌啊，你要念哇跟哇，听听看有什么不一样哦。哇生哇跟哇跟生哇，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哈，这个哇跟哇是不同的哈。较好过，一直做梦，一直做梦，生活较好过哈。你哪着遐残忍讲老实话？你哪着遮残你哪着遐歹势？你哪着遐残忍讲老实话？残忍，好，这个残忍就跟华语是一样意思的哈。残忍这个忍字也是要闭口哦，残忍不是残忍哦，残忍，哦，讲老实话，老实就跟刚前面那个细属细的细是一样的。讲老实话哈，连个半幸福拢唔愿奉陪，连这个是不用解释，个哦半幸福，半就是要讲搬戏哈，这个搬不是这边的意思，不是搬东西的搬哦，这边的搬是扮演的意思哦，搬幸福就是假装很幸福，这样都不愿意啦哈。扮演哦，连个半幸福拢唔愿奉陪啊，这个唔愿奉陪，这都不用解释。上水的花，然后这个水刚讲过了，那是擦掉哈，擦掉这个字我们常讲哈，那种和什么物件擦掉哈，那是擦掉心，那是擦掉心啊，买老会哈，不好意思，今天太专心看歌词了。所以都没有剪留言啊。这个大叔笑话就是要偶尔要来一下哈啊，因为就是反正我就想讲嘛，不要去跟着年轻人说年轻人的梗啊，就是做自己哈就对了。那是擦掉，那是拍谁？那是擦掉心买老会，那是擦掉擦，不是擦哈，是擦。擦这个 AK 的字尾跟前面那个刚嘎个嘎是同一个字尾，所以要念擦，然后变调变擦掉，擦掉心哦，买老会了哈，刺到心也会流血了，擦掉心买老会。浪漫的 AI 啊，浪漫的 AI 哦，浪漫的 AI 忽然间变风吹，这个风吹不是被风吹哦。风吹是风筝哦，应该是啊，它这边应该是风筝的意思，对，风吹哦，好，忽然间变风吹哈，唔管失眠几哪暝啊，这边的暝我刚上一首歌讲过啊，这个暝有两个音，就是念迷跟美，看看你的在地的你们家那边的 Q 靠按那讲哈，暝的暝，三暝三日，啊嘛人讲三暝三日。无日无暝啊，暝或是迷都可以。唔管失眠几哪暝，我目屎流偌济，这个偌就是多，就是很多，就是有多少那个偌哈，偌济有多少是有多多。我目屎流偌济，犹原无发觉。哦，这个发觉也是不好念啊。有缘刚刚讲过，这个缘刚刚讲过有一个歌，无发觉，很讨厌，就是它是 T 字尾的那样，你要勾舌头要念发，然后角又要顶舌尾，又要顶那个，又要顶舌根，所以这两个字就念成发角。有缘无发觉，好，苦苦流恋是牙给。牙给好，这个字不是念华语的夯哦，我们是夯吧夯哦，
这个字念牙，大力那念牙，牙就是举起来的那个意思哈。牙给是什么？就是那个犯人有没有？有一个板子，我们古代看那个什么包青天，不是都会有一个板子把那个人扣住，把犯人扣住吗？押给就是有一个扣住你的那个东西在你身上，那叫押给。扣流乱是押给。上水的花啊，押给什么意思？想一个华语的解释比较好讲。押给就是自找麻烦啦哈。伊安尼吼，真正是足押给的呢。对，押给就自找麻烦了。好，上水的花要飞看心情，无解说哈。解说，这个说字啊，你可以念水，然后另外一个它的文音念刷，要飞看心情，无解说。好，这边因为它是押韵的关系，所以要念，它是用水这个音的哈，解说不是解算了哈，解说哈。我的项目是互你的这边有一个蛮奇妙的一件事情哈，因为这个整理歌词的这个大哥啊，他本身就是很坚持要写正音呐，但是其实呢，一般来讲，寂寞哈，台语的歌里面，流行歌里面呢，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念秀比较多，秀目哈，我的秀目，其实伊的正音爱念节目哦。你若去看布袋戏，不是看布袋戏，看歌戏，歌戏里面你就会听得比较有可能听得到节目，它是正音爱念节目，但其实我们都念俗音比较多哈，所以我个人是还好啦，所以我没有那么坚持一定要正音，所以我都会念，我就会跟着唱秀目哈。我比讲，我的节目是你互你的情批。我会跟着他们这样秀蹦哈，除非是太夸张的音，比如说像那个口中跟口中，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说口中跟口中都有人念，但是口中既然它存在的话，那我们为什么不要选正音？那所以我就用正音。可是秀蹦这个东西有点变成就是差不多80%以上的人都念秀蹦，那你要念节目，有的人会听不懂，那我就跟着念秀蹦咯。我的项目是互你的情批。你如果查字典，基本上都是节目啦。如果会查的话，那不是重点哈。继续唱歌。我的项目是互你的情批。朋友啦哈，我们家都念 Costco 对。朋友骂我太龙杯哦，这边消防旗是念对的哦，龙杯哦，不是龙杯，不是龙哦。这个狼字啊，它有2种，我查一下，对，它有2种发音哈，它可以念龙，也可以念龙，就是跟龙那个龙凤的龙是一样的发音哦，都是对的哈，龙杯跟龙杯都可以。那这边消防旗是念龙杯，所以基本上。只要是都是架音，然后都有的话呢，我们就念，这个阿西哈，不是阿义哦，大家要注意哦，是咱希个哈，设计希先生哈，设计希这个阮小弟啊哈，这个朋友啊骂我太龙杯，因为这消防旗是念龙啊哈，所以我们就跟着念龙杯就可以了哈。事实上呢。龙杯跟龙杯都可以的，都是可以的哦。那消防旗念龙，我们就跟着念龙哈。对着你玲珑说哈，对，这个是就是跟的意思啦哈。对，是这样写哈。对着你玲珑说是要这样写哈。玲珑说哈，就是玲珑说啊。突然想不到华语怎么写，就是怎么讲？
团团转的意思啊，对。唔知你是我躲过黑暗的明月，好，因为这个月呢，有的人发音呢，应该说这个月字哈，它有2种以上的发音，它那个你不止2种，好多，它有很多在地腔口不赶快哦。这个月字啊，你要念月也可以，你要念月也可以哈。你看那个叫什么名字？安嫣红，红龙红哈，安嫣红，他在唱那个望月想你的时候，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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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那首有没有哈？望月想你，他会唱望月，望月想你。可是其实，你如果自己的 Q 靠是念月的人。你唱望月想你，其实也是可以啦。哎呀，如果你是只去听他的 Q 靠是念月，望月想你哦，望月想爱你哦。啊，这边消防姐是念唱明月哦 ，GUE 哈。啊，如果是 gay 的话呢，就是 GE 而已哈。呵，啊，下面这一段怎么今天这趴词讲了这么多台文小知识哈。几段感情坎坎坷坷，好，坎坎坷坷这不用讲，就坎坎坷坷嘛，好，没什么好讲的。发音还是稍微讲一下好了，坎坎都是要闭口的哦，坎坎坷坷，坷坷，不对，它是念坷坷，坷坷啊，坎坎坷坷，好，几段感情坎坎坷坷，好，这个啊算了，这个太深了就不讲。直接讲后面的字了哈。早的扁担求啥会？哈，啥会是这样写哦。哈，扁担哦，平惰就是扁担，大概怎样？哈，是懒惰的意思哈。早的扁担，早的扁担求啥会？哈，这个扁字啊哈，要念扁，不要念扁担，要念扁担。不要该阴的时候不阴，该阴的时候不阴啊，就会很奇怪哈。你的出现改变了一切啊，这个很简单。我飘浪的孤单变做有家，我飘浪的孤单变做有家。那在咱的缘分会遐尼短，遐尼要这样写哈。缘分的遐尼，好啊，另外一个就是加尼，好，加尼是另外一个字啊，哈，这边是遐尼，好，遐尼对，上水的花要飞，这个玉哈，这个教育部的定制是把它就是要安怎，我们都写成玉这个字哈，要飞看心情无解说，我的小某是互你的前辈，朋友可劝我清醒，来，好玩的又来咯。清醒，因为这边呢是放在字尾嘛，这是句尾，所以讲伊是来念清，因为为了要押韵，所以伊来 a 的韵尾哈。你注意哦，有一些所在腔口哈会念清醒，这边要念清醒，注意清醒跟清醒都是可以的哦。只是腔口无同款尔啦吼，啊这边因为为了要押韵嘛，因为他要押那个 a 的韵尾，所以这边会念清醒。朋友可劝我清醒哈，你的情拢是假，好，你是假啦，不是啊，你是假的哈，不是你是 gay 哦，你的情拢是假哈，不是 GAY 那个 gay。你的情拢是假啊！唔知你是我渡过黑暗啊！唔知你是我渡过黑暗的明月啊！这边他也是念月哈，我觉得他应该是这个照这个萧煌奇他的 Q 靠写的啦。要不然其实押韵的话，你明月也是可以的，可是。一般我们好像听到明月比较多啦，
还有人念月啊，月哦，较专腔啊，挖成个月啊，毋是月甲月尔，搁有月啊。来，上水的花，若是插着嘛会老花，若是插着嘛会老花啦哈。浪漫的爱忽然间变风吹，这边的风吹记住是风筝哦哈。你关系评估了没？我在这前面都讲过了。哦，最后2句啊，有毒哦，这个不用讲了。有毒的米呢是会变卦，会成为 OK。卦数的所在就到这了哈，是会变卦哈，变卦。我来查一下变卦有没有？哎呦，有收哎。教育部有收哈，变卦，它的意思是说，已决定好的事情忽然改变，哈，这基本上跟华语的变卦差不多意思哈，没有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哈。有毒的米呢，是会变卦的精微，好 ，OK， 丢个伤过头前去。好，上水的花，咱来对这个原唱来听一下，学一下哈。感觉我的情是欠债，所有疼惜敢若是笑亏，热情是欠债。你的冷淡，使人感觉我的热情是欠债，所有疼惜敢若是笑话，笑亏啊，笑不是笑话。头一摆对爱的反背，我着跳入心酸的大火。感情愈重，愈来愈戆，看无事实像笑话，一直做梦，生活较过。你若着遐残忍讲老实话，连个半幸福拢愿奉陪。对，真没有错，就是半幸福，就是连个半幸福，就是假装是幸福都不愿意哈，所以这是半是扮演的意思。幸福拢愿奉陪，上水的花，若是插着心嘛会老花。哦，对哈，这边的节奏刚好有合到这一首歌的那个发音，所以。上水的花，若是插着心嘛会老花。插着心，就是它这边的节奏刚好是插心嘛会老花哦，所以这边哦这个旋律好合哦，能够那个旋律和词，我们都会叫做无得音。如果旋律跟词的发音有就是有冲突，我们都会叫得音、导音的哈。然后这首歌非常的和韵，所以无得音就水了。浪漫的爱忽然间变风吹，我失眠几若暝，我目屎流偌多，犹原无发觉，苦苦流恋四野家。我们来证明我说的没错，所以你们注意听萧煌奇的《犹原无发觉》，他那个发觉的那种短促的那个感觉。发觉哦，苦苦流恋四野家，要
陪看心情无解说，我的寂寞。对啊，他这边他是唱寂寞哈，所以我们就不用再把它标成寂寞了啊。我的寂寞是予你的情批。这边讲一个烂笑话哈，我说我的寂寞是予你的情批嘛哈，啊这边这个狐狸跟狐狸的台语发音是一样的哈，这边有狐狸，所以就会变成我的寂寞是予你的情批，这是给狐狸的情书啊。不好笑，蛮冷的啊。继续。我的寂寞是予你的情批，朋友要我太凉杯，摕着你饮浪西，不知你是我渡过黑暗的明月。狐狸的情书，感情坎坎坷坷。哦，对，他的发音好正确，好漂亮，坎坎坷坷。像段是社会，你的出现改变了一切。不是，他这边的有加哈，有加是有加的意思，不是多出来。我飘龙，因为它前面是孤单嘛，后边变成有加，就是它本来是孤单的，飘龙就是居无定所，飘龙的孤单变成有加，这边应该是有加，就是有一个归属的意思。缘分会遐尼短，上水的花，要陪看心情无解说，我的寂寞是予你。狐狸的情批又来了，狐狸的情批又来了，改一下罗马字。朋友苦劝我清醒。你的情拢是假，不知你是我渡过黑暗的明月。在感情的世界内底，啊，这个版本居然还有这个口白。不甘放开对方的迄个人，往往拢是伤了上重的人。过去流过的目屎，拢是心痛爱的代价。上水的花，若是插着心，哪会流花？浪漫的爱，忽然间变风吹。朋友，不管失眠几落暝，我目屎流偌多，犹原无法甲苦苦流浪心，不管失眠几落暝。我目屎流偌多，犹原无法甲苦苦流恋死行家。上水的花，要陪看心情无解说。我的寂寞是予你的情批。好，这边要高起来了。狐狸要爬起来。我的寂寞是予你的情批，朋友要我太凉杯，对着你饮浪西，不知你是我渡过黑暗的明月，有道的美丽是会变卦的情话。OK， 时间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是拉赛时间了。好，今天练歌的任务到此结束。收起来。有没有觉得今天歌词有没有什么觉得好玩的地方？当然，我要变大。好。啊，不行，这样会挡住大家的留言。小一点，小一点。换成直的好了。到底是喜欢东西 gay， 好好笑。是的，大家东西 gay。没有，这首歌的口白有没有吼？应该是我找的这个版本刚好就是它是那种那个新歌发表的时候会在那种电台放的，然后我有个特别版，它就我找的时候也没注意看，然后就把它放进去，就播了那个版本，就会很有这个。消防姐看到这个直播会告我，会哦。我跟你讲，其实这个梗啊，并不是我发明的。像我忘记是哪一首歌哈，他的歌词是这样唱的：予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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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花开，予你心花开。所以这个是以前听那个 T 塞有连龙他们那个许孝顺他们的。他们发明的梗，所以从此以后，我只要听到这个跟这个吼力有关的歌，就会不自觉想起这个梗。萧煌奇这张新专辑也是蛮不错，他最近这张新专辑就是这几年能心秀景的人哈，还不错。非常的好，应该说他每一张专辑没有不好的哈，每一张我都是无脑的喜欢哈，不管是华语还是台语，尤其是台语啦哈。T 塞有玲珑啊，就是这个口号孙晨曦加这个彭恰恰，好，主持的这个节目。BGM 声音调一下，好，睇下，好，看下拉什么赛咧？啊对，这阵啊，这个合作啥？电影、国片，拢有破亿呢，拢破1亿的呢，袂歹。大家敢有去看这阵的国片？哈，这个前一阵是这个叫做大梦，吼，我有去大梦，真正是伫电影院内底吼甲，毋是讲规出拢咧吼啦，就是上尾啊迄段吼，就是卖剧透啦，吼，就是上尾迄段真正是吼甲。啊，伊这2天破亿啊，哦，我感觉 OK 啦。这是绝对是 OK 的，大梦啊，伊是开足久的时间，较破亿哦。啊，但是这几天搁一个叫做阳光少女合唱团哈，阳光少女合唱团是不是？还是叫什么阳光什么的？我嘛想要去看呢。伊即摆已经敢若破3亿啊，你看哦，2亿3亿啊。够厉害！阳光什么？哦，阳光女子合唱团吼，这个大梦
看了吼，这个用功效率合唱团，大家嘛来讲，通来支持下国片。不是效率啦，用功女子合唱团啦吼，啊个大梦吼，啊这个用功女子合唱团呢，内底嘛是足侪即个会晓唱歌的歌星有去扮即个角色，其中一个互我惊到的就是一个迄个孙淑美嘛有演啦，吼伊的迄个伊全家拢大家拢看无，足无诚意的，足厉害的。啊，但是伊个我都整个就效率的吼，所以我感觉孙淑美我都安尼变来变去，真厉害。看伊的迄个年岁，佮比我较大岁，伊佮比我较老呢，伊已经40几啊呢。嘿，啊，毋过看起来真正真像20-30岁的少女啊。阳光女子合唱团，吼，我找时间要来看。大家嘛当参考一下哦。啊，搁有，这个高基刀啊，吼，叫高基刀，9把刀啦，吼，九把刀，伊这个新的戏，这个功夫，吼，我看伊的这个上新的这个衣格啊，内底竟然有欧白龙君呢，因为我较早毋是伊的小说的这个。迷啦吼，我毋是伊的关，我毋是伊的册迷了，对啊，我无咧看伊的小说啦。阮朋友有，但是所以我毋知影讲这功夫伊原底是咧做啥物货。啊，我看伊个预告片内底竟然有即个欧白龙君，我真正惊一撮一条。啊，而且是即个911内底即个春风，哦，春风演的哦，对，水哦，我毋知啊，因为伊迄欧白龙君有无吼？伊做了足好诶，所以我咧要讲伊应该是有授权啦，就是伊有授权，伊有参即个金光布袋戏有摕着授权，啊无伊无可能讲用迄个角色用甲遮尔响吼，一定是有诶。会啊，我会去看功夫，因为进前伊一出迄个元老吼月老啦吼，月老。足好看，我感觉迄是阮台湾版的即个《与神同行》吼，《与神同行》台湾版的《与神同行》就是元老吼，袂歹。啊，我感觉有即个元老伫头做头前啊吼，啊，我看即出功夫应该原来袂歹。啊，我有看讲即阵仔有一寡影评啊吼，影评，影评吼。有已经先看过即个功夫的试片，所以讲啊，大家拢写迄个感想拢写了袂歹，拢讲即出会红啦吼。所以吼，即个阳光女子合唱团已经破，我看即摆破偌久啊，破偌济亿啊！票房阳光女子合唱团票房。2.5亿哦，已经要破，这要冲过3亿啊！系啊，够厉害。所以伊突破3亿啊！吼，真正厉害。啊，这个功夫咱来期待看卖啊！这个功夫看会破几亿吼。我感觉应该实力真强啊，一定是有这个实力。只要是卖伤过行哦，伊若安尼做出来，应该是会反射破纪录。对。啊，这功夫是啥物时阵上啊？上演是2月13，2月13搭的过年啊，看卖啊！过年今年过年是新历几月啊？几月几号？2026年的过年2月17，2月17，17过年这就是新这个过年的档期袂歹，好哦，咱来看功夫，讲小朋友来看吼，看
看功夫啦。啊对，我看迄个因这个功夫内底佫有用到这个飞龙在天的迄个，这到底是咧搬啥？我看无。是安那个有飞龙在天，迄个飞龙在天的迄个衫吼，因迄个911另外两个是穿飞龙在天的衫，对啊。啊，而且这出内底又佫有王静吼，这九把刀就爱用王静的，王晶做囡仔，啊戏敢若我真爱看伊搬戏啊，袂歹。啊，毋过有一阵啊，拢是伊的戏，小可看甲会仙啦。啊，有一阵啊都无啊嘛吼，啊功夫佫跳出来伊来演，所以佫有通啊来看伊演戏啊，系啊，对啊。啊，这王晶伊进前其实伊有一出应该爱佫较红的，但是无迄出无遐红。伊迄就是迄个，就是你会当看着我的迄个头像吼，迄个爱的视线迄出或者鬼仔之刀吼，我嘛捌唱过伊的歌吼，鬼仔之刀吼，鬼仔之刀应该爱佫较红较对咧，因为我感觉鬼仔之刀的剧本啊，甲演员的表现拢足好诶。我讲奇怪，是安那伊无红起来？足可惜，应该嘛毋是讲完全无红啊，只是讲无亲像，比如讲哦，你讲九把刀的迄几出戏遐红，但是鬼仔之刀伊的剧本甲伊的即个创意吼，值得真正我是感觉值得应该更较票房应该更较好，对啦。鬼仔之刀是我那小可可惜。好，啊，今仔日来上尾吼，来讲一下后礼拜。之前讲我较惊讲耍游戏互大家看嘛吼。啊，我即摆会想讲，啊无啦，嘛是来试看卖。后礼拜也是后礼拜吼，我会找时间来耍游戏，就是用台语来耍游戏吼。我凊开始的时阵，我会想讲耍一寡，比如讲 RPG， 还是讲有剧情的迄种的，会当配音，就是哪配音啊哪耍安尼啦吼，原底是安尼想。啊，但是我想讲，因为迄种游戏拢爱耍足久嘛吼，我想讲先来试看卖耍一下较短的游戏。啊！我即阵仔咧想讲要来耍即个洛克人，就是洛克曼哈。因为我看前一阵仔足侪即个 VTuber 咧耍洛克人，我感觉真趣味，因为洛克人是老游戏嘛吼，老 game 啊。军联硕你好，军联硕吼，对啊。大家吼会当来追踪一下迄个军联所伊的迄个伊的频道吼，啊伊即摆呢当咧进行即个布袋戏的，伊的就是讲伊要甲伊的造型吼，真做布袋戏就对啊吼，真做布袋戏的即个木珠，大家若有兴趣，当去追踪伊的频道，会当看伊耍游戏，啊看伊直播啊，会当若有愿意就当甲寄付哦。零啊吼，军联硕吼，啊若台语吼，我之前捌查过吼，军联硕啊吼。确认一下，硕对啊，军联硕吼，3点水哦，不是冷吼，是3点水，军联硕嘿，对啊。可渊你好，阿杰安安好，可渊你好啊，所以伊连刚咱真正看到讲军联硕，
会当甲伊红仔做出来，我感觉真趣味。但是我之前捌伫我的频道讲过，我讲，我连讲买使来讲吼，有一天咱会当甲鲜果做出来。啊，毋过一个趣味的所在就是讲，假使讲真正吼，咱甲红仔做出来啊那全世界啊，就干那即阵红仔就是知影讲，哦，即阵红仔就是你即个 VTuber 做的。所以你若抓这只红仔去别位，人就知影讲，哦，就是你，你就是君临硕这样子，你就是选股，你若讲出去的时候，大家看了迄只红仔就知影讲，原来你就是选股，对，绝对不能带出去。之前有人讲，我无要紧啊，我叫我们小师妹，我叫我的小师妹，甲你甲我讲出去就好啊。大概敢若会当看着小师妹俩，袂知影讲鲜果是倒一个。对啊，就变做讲，你若要外拍有无吼？咱合作外拍啦，就是咱红仔拢会去偶剧，我们布袋戏界会有偶剧嘛，咱会去大家红仔去一个所在，大家会当互相去翕即个你的受众，我的受众，你的红我的红仔，摕出去外口翕一箱，好，做外拍活动嘛，你若要摕出来时讲，哎呦。你这阵自创哦，袂歹呢，嘿，叫啥名？我这阵叫做君临硕吼，君临硕我 Google 一下，你是 VTuber 哦，就是你嘛，随行俩包，你得选股嘛，吼，对不对？你选股对不对？你讲我不是选股，我是选股的朋友，那个我只是代替他拿这个出来这个外拍而已，这你讲你骗人，你的声音、你的声音听起来就是很高，人就是你台，对，你这讲法袂歹哦，就是你摕我的红啊，我摕你的红啊，安尼咱相招出来安尼，结果伫同一场活动佮拄着，结果无熟悉安尼讲。哎呦，你也是 VTuber 的朋友啊？嘿啊，对啊，我也是啊，我是君临硕的朋友我是选股的朋友，你好，我们怎么那么刚好？我们都刚刚好，那个把自己的 V 皮做成戏友，哎呦，这么刚好啊，哎呦，这个有时候这个不知道该说是 cos 还是说是这个3D 化人讲VTuber 一个。抗战就是啊，做甲你，我都甲你的米皮，正做这个3D 化，佮我都开这个演唱会，对不对？嘿嘿，咱家无共款，咱这个布袋戏的 VTuber， 咱布袋戏的 VTuber 是，咱的终极的梦想是甲咱的米皮啊，正做这个布袋戏红啊！今天这里的人都知道，对啊，那随着别坑啊！对啊，你看，做咱甲咱的米皮加做这个布袋戏红啊，就是3D 化，这是不是正是种3D 化对不对？而且佫是会当摕出来参加活动的3D 化哦，唔免荧幕，唔免一个荧幕对不对？而且咱的成本佫比别人较低。你若讲要论成本啦我袂记你顶届这个军领硕，你有捌问过？我袂记你的迄个成本是偌济，就是应该比3D 更较，对嘛是真贵对，但是我感觉应该是2位数以下啦，应该是10万以下啦。你若讲看你找这个厂商，一般来讲是袂7W 对啊，这个介绍。你若讲是自创的来讲，哥伊找迄间我知影嘛，就是9尾迄间我知，迄间的品质袂歹，所以你开7万，我感觉会当接受。对，红仔头上贵。你若讲要3D 化，我是毋知影3D 化伊的成本差不多偌济，但是百面是比7万更较贵的嘛，对不对？
你若讲遐个企业式、企业式吼，遐个企业式要变做3D 的时候，伊的成本绝对是2位数起跳，对啊，绝对无可能是7万。啊，咱正做这个报着迄红啊，只要7万，你看，对不对？而且，而且迄个安那，这个。若讲搁有才调，搁会上家己搬戏，就是毋免透过即个摄影棚，有无？咱家己舞即个红啊，有无？哦，家己搬戏安尼，真趣味。秃带可以编剧吗？什么意思？哈。你讲香港的狗要甲伊做甲会当变白的人，夭寿哦！安尼我绝对是甲3D 画可能差不多。我一个人啊，真爱做8尊红啊，加我的本尊安尼爱9尊。其实我原底咧设计配的时阵是有搁要加一寡装一寡可能配件啦，一寡道具啊，但是成本无够，所以我就是干那变。迄个头毛的色，甲迄个目睭尔，啊，甲我的即我的冰针就是迄个别针啦吼，就是我形成迄个音符的迄个冰针。对啊，我做出来，对啊，我是因为观众说我做出来很反派，害我很好奇。哦，你讲你的观众感觉讲你的红仔做出来会亲像歹人安尼啊？应该是还好，因为进前哦，我知，因为进前的报，伊即霹雳有一个嘛是类似你的形象的啦，是毋是？迄个嘛是九尾一种，嘛是狐狸的即个形象的一个红啊，我想袂记你伊叫啥物名，我袂记你迄个角色叫啥物名，就是敢若是西国的史国的一个角色，我忘记叫什么名字。西国，我来看卖。嘛毋是咧，嘛毋是西国咧。西国的龟博英哦，看一下龟博英，不知道是不是。龟博英，嘛毋是龟博英，毋是，袂记哩啊。反正就是有一个角色就对啊，小可像啊，我想起来啊，玉清觉的那个要追玉清觉的那一位。我来找图大家看，找图给大家看。有一个很爱玉清觉的那一个，哦，君海棠、滚海洞啊。对，滚海洞，安尼哦，来，这个滚海洞，生做安尼，应该是这尊对不对？对啊。滚海洞啊，较多讲的这个，它叫做君海棠。君海棠。
就小可参你的形象有小可像滚海洞，个卡拄讲的迄是鬼木英，都毋是啊。布袋戏嘛，捌迄个霹雳嘛，捌出过狐狸啊，嘛是有狐狸形象的啊。霹雳也是有九尾形象的。红河九尾，九黎梦湖。我感觉霹雳的造型真正是上厉害的。对，小可有像吼。红河九尾，伊足水的，迄红仔有够水的。红狐九尾，我给大家看一下红狐九尾长什么样子，超漂亮，但是它死得很惨，我感觉就可怜的囡仔，啊无伊红仔有够水的水，真正的，伊红仔足水的，我找一下，即摆霹雳网的足侪图拢无去，足讨厌的。拢爱走去大陆找，好找到啊！伊的名叫做红河九尾，这。红狐九尾有水无？很漂亮，对不对？而且也把酒就水耶。红狐九尾，哦，你出过恰江的 cos 哦，好棒哦！恰江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对，红狐九尾是不是很漂亮？你看，霹雳的造型其实真的是。不要因为他是布袋戏，然后就觉得说，哦，他可能就是老人家在看的，干嘛的？没有，不，你看他的造型，是不是很有现代，有那种现代感跟古代感结合出来的感觉？对。其实霹雳的造型师他们参考的资料是非常非常多的，对，不是？对啊，看。还有另外一个叫做跟狐狸有关系的，它叫做九妖一姬，九翼妖姬啊，九妖一姬应该叫九翼妖姬吧，我没记啊，它是史国的九妖一姬啊，九妖一姬，九妖一姬。九妖一姬，安呢？漂亮，对不对？是比较传统一点，但是它就是也是非常的美，红色的九妖一姬。哦，太极宫的分体，这都是霹雳的女旦来说啊，这个你就会知道说，这个选骨的外皮其实就是多少是应该说我选骨的设计啊，拢有参考到布袋戏，但是我的迄个阮。拿宝老阿爸吼，咱的拿宝老师真正是有伊家己的创意的对啊吼，你袂看到讲我互伊的图片啊顶头含这有小像的无？没有。好，今仔日讲足侪布袋戏吼。
希望这个军领属较紧达成伊的愿望，吼，会当这个较紧甲伊的这个米片吼，加做布袋戏红啊，对啊，好，哦，10点哦，啊，今仔日呢，我感觉安尼 OK， 会当参大家讲拜拜啊，对啊，这个目标出无简单的哦。啊，大家，我因为小可感冒了吼，爱来休困一下。大家若有兴趣呢，会当去军领所的频道啊，甲伊加油一下吼。若有法度，就会当甲伊斗赞助吼，甲伊正紧看到即个世界上头一个 VTuber， 正做会当甲伊变做即个布袋戏红仔的，即个历史的即个，就靠大家来写啦吼。即个历史啊，靠大家来写吼。好，安尼要来参大家讲拜拜啦吼！来，我来看咱的开讲室有偌济人，有偌济朋友吼。好来，这 GM 你好，暗暗，军领属暗暗，小师妹暗暗，社畜1号暗暗，拜拜。啊，你现果的直播到这哦。再会，大家有闲才过来。你若有介意献果啊，欢迎吼！你会当订阅啊，甲伊分享出去，啊，佮试一下咱的小叮当一下哦。安尼较会当接收到即个献果的即个直播的上新的信息吼。大家暗暗，大家好，毋是好啊，大家暗暗，我要来休困。大家暗，今仔日鼻音就重的，真就歹势吼，但是无法度。好，要来关大啊吼。啵，拜拜，有闲才过来，再会，有闲才过来。